教师节要到咯，宜兰县政府发予老师200块的礼券，或一寡老师是真失望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明年敢搁要来增加预算，会当搁来讨论。另外，跟它很像，这个也叫做法。老师大顶认真教培育后一代，教师节就要到啊！验过宜兰县政府25开始颁的教师节礼物，只个那200块的公益礼券。有老师认为，即马物价一直起，宜兰的教师礼券甲其他县市比差真多。生活环境、物价的水准都已经改变非常的多。那我们虽然在112年有调整，可是到现在相较之下又有很大的那个落差，所以相对剥夺感其实是还是普遍还是会存在。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调查，宜兰县的教师礼金额只个比嘉义市分市长卡比一张较好。不过嘉义市已经讲明年的教师礼，每一位老师分600块的敬师礼券，宜兰县政府是拢无作为。200买不到东西，至少要600吧。自己就觉得200块太真的就太少了。对啊，买不到东西。小朋友儿童节的那个礼券好像也都200-300块。问一般民众也拢认为教师节只个分200块的礼券伤少，对不着现代物价。不过县府讲，这边本的教师礼券总共8800份，包括公私立高中及以下，包括幼儿园的老师、大学老师加教职员，范围是全国上跨。像我们宜兰县的做法，这2年是采进师礼券的方式，那各界的一些意见，那我们也会参考其他县市的相关的一些做法。那就针对这个额度的部分呢，我们在明年度会来做一个规划来研议。老师对敬师礼券金额上价不满，县府讲会继续收集各界无同的意见，并且参考其他县市的情形，伫明年研究讲是毋是调整敬师礼券的金额，较符合老师的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